2年一摆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今年伫台中举办，包含10英种竞赛性的项目。拍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弹杆，嘛是今年的项目之一。选手专注认真比弹杆，这项拍运的正式项目今年头摆踏入新状运。这个质感本来就是针对比较重残的选手，比如讲，F50甲 F32脑麻的选手，因为这两项的这两项的重残的选手，伊的质不人一般拢3项，因敢若1项尔。那国际比赛敢若这个质感尔，啊，阮一直要甲引起咱的国内这个比赛吼，咱国内其他这较重残的这选手嘛有机会通去参与。这届新状运计共有11项竞赛性的比赛，加5项联谊性的活动。国际赛竞赛项目嘛是比赛重点，包括选手报道、裁判等等的相关规定，拢参考国际赛标准，和选手适应比赛节奏。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运动局沟通说，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它其实是我们国内最高层级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所有的比赛都是要跟国际接轨，让选手就可以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能够有像是在比国际赛事的这种规格来进行。新状运是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上悬顶级的比赛，有侪拍运、拍运、听障奥运等等的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今年因为疫情无开放观众入场，但是头摆有电视加网络的转播。4月12日是比赛上尾天，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看比赛，做回替选手加油。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中报道。